Hello 啊，玉兄弟，咁啱啱睇咗個消息啦，國際大新聞啦，伊朗嘅精神兼一個實權領袖哈梅內伊啊，俾美軍炸鬼死咗，呢一個咧美軍展開呢個斬首行動好成功啦，一嘢就將佢斬咗落嚟啊，然之後咧嗰啲信奉自由民主嘅嗰啲阿姆倫啊，我稱之為阿姆倫又或者蠢狗啦，冇所謂，都係一樣嘢嚟嘅啫。即刻打飛機高潮啊！伊朗呢啲咁邪惡軸心獨裁者瓜咗啦！美國自由民主萬歲，美帝萬歲，咁諸如此類啦。實際上你點樣萬歲？唔通你可以喺一個自由民主之下獲取你利益咩？所謂自由民主其實就係叢林法則，強者話事。如果自由對邊個最有利？梗係對強者有利㗎啦，傻仔，冇任何規限啊嘛，佢中意隨心所欲。咁如果你係一個弱者，唔好意思啊，自由民主真係口號嚟嘅啫。你除咗攞嚟嗌出嚟打下飛機，除此之外就冇任何收益㗎啦。唔好意思，你仲會成為強者口中嘅獵物啊，盤中餐係咯。咁其實自由民主與你班弱者何干呢？係咪先？咁再加上啦，老實講，美國呢個國家成日口口聲聲話幫人爭取自由民主，但係做啲嘢同個獨裁者冇乜分別嘅，話打人就打人。咁老實講，人哋點樣都係人哋嘅自由，係咪先？咁如果你話要強制用武力去限制人哋嘅自由，咁你係咪真係自由呢？講到尾，你咪就係恃住自己沙煲咁大個拳頭去搞人，搞完人呢，就去攝取人哋咧嘅資源，去補充翻自己，呢一個先係最本質佢哋想要嘅根本性利益，係嘛？如果佢要獨裁，佢隨時咧獨裁個獨裁者嘅，美國不嬲都係咪先？把口就講得好聽啫，咁依家直頭連演咧都唔演啦，川普咧就真係真性情啦。咁因為點解要真性情？因為佢哋個國家衰弱咗好多啊嘛，係嘛？又冇美國製造，啲科技又未去到最 top 咯喎，依家係嘛？唔靠打仗，唔靠搞事，即係繼續助長你哋中國啊，又或者俄羅斯啊，或者伊朗啊，搞一啲去美元化嘅大戰略，搞到佢哋美國咧賺嘅錢越嚟越少啦。冇人真係用佢啲美元啦，咪通貨膨脹咯。美元係靠全世界嘅國家用石油、用佢哋嘅美債去維持啊嘛。一旦唔用美元去結算嘅話，咁佢咪大撚鑊咯，就咁簡單啫嘛。所以咪要成日喺世界各地搞事成日又話鼓吹咩熱愛和平自由民主咪就係借呢個旗號去侵略人哋，去干涉他人內政。如果你真係咁民主自由，點解你成日限制人哋嘅自由呢？大家可唔可以用個腦諗下呢？咁其實乜都係死嘅國與國之間其實終究都係一種利益嘅博弈，係嘛？即係到呢一刻仲信奉自由民主嗰個人，個智商都係低下，又或者咧佢另有目的，即係唔係壞就係蠢屁股決定頭腦論。壞嘅人我反而唔係討厭，我都幾欣賞嘅，即係佢有咁嘅智力。即係可以喺嗰個位置度攝取佢嘅利益，佢壞咧，咁我都欣賞佢嘅智謀啊！但係如果你話單純俾一啲咧壞嘅人咧牽住鼻子走洗咗腦PUA 咁冇辦法啦。咁你啲人咧，不過呢個世界都咩冇得咁講啊！呢個世界係八二定律噶嘛，蠢人永遠墊底啊嘛，所以就都支持嘅。冇你哋嘅付出，默默嘅付出。呢個世界精英冇辦法能夠好好享受，聰明人永遠都係煽風點火幕後做好多嘢你唔知，然之後煽動你咧當槍使當你係當槍使咁樣咧，你做炮灰咧，佢哋先能夠坐享其成啊嘛！呢個就係世界本質，即係唔係話淨係美國呢個國家，全世界任何政權都係咁樣玩，只不過美國依家國力咧弱咗好多，所以咧就做得明顯啲以前其實基本上佢可以唔露面嘅。依家直頭連川普都可以老老實實同你咁講啦，咁可想而知佢個情況係幾咁嚴重，要用上呢啲咁嘅手段咧去對付一個領袖，但冇用你始終實力下降就係下降嘅，你要強行用到呢啲手段咧，咁中國俄羅斯都會有好多方法反制你嘅，更何況你川普你都玩唔長，下一任嘅
美國總統啦，咁啊能唔能夠繼承你呢一種咁強硬嘅手段嘅國策咧？咁就拭目以待啦。咁我相信即係由興都會由衰嘅。咁啊，即係你以前咧玩得太過勁啦，咁啊依家國力下降，你做咗二佬啊，甚至乎三佬啊都唔出奇嘅。咁啊，世界再唔係你一個人咧玩晒啦，美國呢個咧世界咧已經瓜分咗三個大陣營噶啦。咁啊，中國起碼有一席位。以前咧中國咧因為唔夠強大，成個鵪鶉咁，但係起碼依家咧真係勁咗啦，有翻咁上一團頭啦。雖然呢個團頭仲未即係經歷過實戰嘅磨練，但係起碼啫睇上去都係大大份有噸米嘅，所以先夠膽同你叫板。咁啊，亦都拭目以待啦。咁啊，我都覺得係時候洗洗牌嘅，唔係再係你哋美國佬話事。當然，其實即係世界點樣咧，我呢個小市民咧都依然係冇用嘅。但係即係作為一個花生友兼一個中國人，咁希望自己祖國即係更加強大啊！但係我要離身一次啊！我係一個咧愛國，但係咧唔愛黨，而呢一個黨咧係世界任何一個黨咧我都唔會愛嘅。咁黨係一個自覺嘅工具嚟啊嘛，就好似女人係唔會愛一個工具人咁撚樣，係咪先？咁你冇理由愛一個工具啊嘛，有國家你唔愛，你愛個工具啊？你俾人 PUA 咗啊？唔係啊！咁如果真係愛民主黨，唔通真係你真係覺得即係民主黨會帶領你得到民主咩？如果真係民主，咁個政府咪低效咯。其實獨裁咧唔係即係貶義詞，係褒義詞啊！我覺得即係只要獨裁嗰個人咧英明神武，咁啊你即刻搶住俾佢獨裁啦，唔好講笑啦，真係獨裁嘅背後就係因為你武力強大，因為你武力強大，亦都因為你嘅英明神武，所以你能夠偉大。如果你唔夠狠，唔夠獨裁，更加談唔上偉大，係咪先？所以咧獨唔獨裁咧係睇你最後咧能唔能夠咧站穩腳跟，死剩你一個，然之後成為最後嘅勝利者嘅啫。勝者為王，弱肉強食，呢個先係世界嘅本質。你唔好同我講美國點樣自由民主，點樣公平啊！幾年前咧，拜登咧都動用佢嘅總統特權去赦免咗佢仔嘅一啲罪狀，咁就係咯，公平係咯，公平係對嗰啲底層人講嘅咋，醒下啦傻仔！記住，上位者統治階級係唔會同你講乜嘢公平嘅，公平啊、道德啊、道理啊呢啲都係同你哋講嘅啫，限制佢哋嘅，限制佢哋所統治下嘅奴隸。就係你日日996，然之後咧把口咧就喺度意淫自己追求自由民主自由鬥士但係實際上自己一生咧都未享用過一日嘅自由嘅。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好笑？有冇咁嘅資格咧？反思下啦，即係由依家一單咁嘅國際新聞反思下你自己嘅人生啦，繼續做你嘅996啦，仲喺度意淫美軍炸死依一個伊朗嘅獨裁者領袖。覺得解放伊朗非常之好繼續高潮啦，噴晒水啦。咁呢一個就係你哋呢啲咁嘅996社畜咧嘅一個可悲嘅人生咁今日就淺談呢單嘢啦。暫時都係覺得咧世界嘅變局咧就係美國都係始終都係會衰落。我哋中國都係旭日再起嘅。我咁講唔係因為我愛共產黨，我絕對唔會愛共產黨離身一次，係唔愛世界任何一個黨，係公平嘅呢一個黨係工具，但係我愛我自己國家因為我都係一個中國人，就係咁多。好，咁呢條片去到呢度，我哋下次再傾，拜拜。